我就變成海馬。你太幽默了，謝謝趙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，那你以後要常常來我們俱樂部啊。沒問題，沒問題。慢點。好，趙總請。拜拜。拜拜。再見，趙總。珊珊，我要先回去了。我剛才喝了點酒，車就先放在這兒。杜先生開車送我回去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我這個朋友病得很嚴重，不能放棄治療。哦，我會對我的病人負責任。发什麼春呢？這是啊？想誰呢？凭你找的那些貨色，能想誰呀？我？什麼叫我找的那些貨色呀？我找的那些都是高精尖，別喝了幾天洋醋就不是國貨。瞧不起我們海歸是吧？不是瞧不起你，是壓根就沒人瞧你，大家都挺忙的。雷閃閃，我要不是打不過你，真一巴掌給你呼牆上，讓你摳都摳不下来。你跟宁可風不也沒找着人嗎？瞎嘚瑟什麼呀？可風呢？走了。一天晚上不抱着杨大偉就睡不着是吧？今天還真不是要跟杨大偉一塊睡。跟誰呀？杜先生。青竹生南方，丹枫长北地。哎呀，好骚气的一个名字啊！雷闪闪，你说我该怎么打電話跟他聯繫啊？電話號碼不都給你了嗎？